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真欢喜，今仔日罗牧师对北部落要甲阮分享客家宣教的信息。恳求天父上帝，互阮有份伫即个特别客家福音的时间。阮知影这是一个无简单的福音时间。恳求天父上帝加添罗牧师属灵的气力，担当中会的干事，会当推动福音的推广甲教会的开拓。求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阮的组织，通过圣神的帮助，互阮有份伫福音广传即个圣工。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主啊，圣歌对所吟的诗歌会当温柔人的心，所选读的圣经会当感动人，有份伫上帝里上帝国的福音。也求天父上帝，互即间教会会当伫每一摆的聚会，拢学习真侪一个有份伫甲人同得福音好处的积分。阮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也恳求天父上帝你使用罗牧师所带来的信息，互阮得到鼓励，互阮参与上帝你上帝国的福音广传的工作。阮伫你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伫你的手，求圣神甲阮三甲地地，祈祷我个所有性命，阿门。
表姐，大家平安。虽然会早起要来教会时，咱的上帝甲咱奖感人，但是大家拢无惊风甲雨，依然来到这敬拜。咱大家来唱一条《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较悬，比海较深，咱拢无法度能甲测度，但是看会到，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用心爱，把心中这份爱活出来。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咱每一个人拢爱有一粒谦卑的心，所以咱即阵来唱即条有一粒谦卑的心。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颗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平常时，即摆的生活，大家拢真紧张、真无闲，但是咱拢爱会晓有安静，有一个安静的心，互咱好过日嘛是真幸福。我靠主真平安。咱即摆大家来唱这条《安静》。安静，那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更坚定，在我身
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我不害怕，我不害怕，我仍然要敬拜，你陪我走向应许之处，充满盼望，我一生要敬拜，生命满有你的印记。大家安静来敬拜。传着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在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世间情人拢着欠情，天生徛伫面前，无伫歌女世间相思，当阮对伊相思，上帝讲的名。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34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圣诗34首，请起立吟全首。上帝之主。
离翻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得罗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母。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上土，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的三角启应，启应文第23篇，启应文第6篇，诗篇23篇，启应文第6篇，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过，伊互我倒伫青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的水边。伊互我的灵魂精英，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伊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你甲我伫咧。你的腿，你的管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恩典甲慈悲的确要对我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阿免。这是咱过来吟圣诗，圣诗331首。圣诗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咱坐咧吟全首。我做基督兵丁，就好那真情，其爱上上相将，阮们无爱恨，是叫甲
是咱三个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对一礼拜保守，互阮为头到尾拢得到平安。恳求主你，搁一摆施落你大大的恩惠，互身体欠安的人，因会当赶紧好起来，互因无搁有侪侪病痛。恳求主你，互阮有侪侪搁较好的信仰来甲主你三脚同行。阮咱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就是多给世间的罪，求你的名望，上帝有讲，就是多给世间。就是多给世间的罪，使我平安。这是俄罗请圣乐队。生命。
恭喜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章14节到15节。罗马书1章14节到15节。无论虚拟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妄的，我拢欠因的罪，所以伫遮我拢便用福音宣传，互恁蹛伫罗马的人。讲到为主得客家，咱请赖兴德牧师，赖德兴，歹势。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客家宣教中会的总干事，我叫做赖德兴，赖德清，拄仔咱的师傅讲赖清德，足像的啦。是足像的啦吼，啊，毋过安尼足好记的吼，感谢上帝。对，我将今日圣经展开，对，是这样子。对吼，我将今日圣经展吼，搁读一摆吼，华语甲客语吼。保罗说，上面嘛哈，上面好。保罗说，往下。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无论对马给人，迄文明人也迄盲开发家，迄聪明人也迄愚妄家，我拢总欠其人的债，所以我迫切爱将了福音要传俾你们在罗马嘅人。这是客语哈，客语圣经。对，其实客语、甲台语、甲华语拢是台湾话啦。咱的感觉改成客语是外国话吼，因为咱都袂晓讲。毋过客语、甲华语、甲台语拢是台湾话，那亲像英语、甲美语吼，伊是同样字根，所以客语、甲华语、甲台语是同样字根，所以是真简单的。我望咱大家拢会晓学一点仔客语吼，感谢上帝。哦，安尼对吼，歹势。好。今日咱的圣经就讲我欠债，我传福音吼，我无论什么种人，我拢欠因债。这个债是福音的债，是福音的债。所以无论是聪明的、愚妄的，我拢欠因福音的债。保罗伫遐咧讲，伊迫切要传福音互人，那亲像迄个欠人的钱要迫切来还钱共款，迄种的心嘛。各位兄弟姊妹，咱若欠人的钱，咱暗时敢困会好势，咱就困袂平安啦。所以咱就是迫切要传福音，亲像咱就紧还钱互人迄种还福音的债。是为什么这么确信要传福音？因为确信传福音要互人对迄个送向的心伫遐出来，得到丰盛的性命，因为有迄种确信啊。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是啥物啊？第一，伊对罗马人特别有亏欠，伊心内有重担，因为伊家己是罗马的人啊，所以伊心内有重担伫遐，所以伊要传福音伫遐，哪亲像行人的坐迄种迫切的心。各位兄弟姊妹，咱伫台湾啊，咱是台湾人啊，所以咱着爱对台湾的传福音，咱就爱有迄种迫切的心。第二，尽力尽本分。拄仔圣经在讲，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我情愿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传给你们。伫遐情愿就是讲，我尽我的气力传福音互恁，是尽我的本分，甲上帝互我的恩赐甲恩典。所以说，袂要求咱做袂到的代志，你做袂到的，主袂甲你要求啦。所以你是尽你的本分，尽你的气力，尽上帝互你的恩赐甲恩典来传福音。伫遐咱的圣经在内底，今仔日讲尽本分、尽力、尽本分。马太福音伫遐有讲，主要所讲着一个譬如，讲迄个主人互萝卜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甲因讲，学者互恁去发展，
结果5000个，搁趁5000个啦，2000嘛，搁拍拼，搁甲趁2000，拢照主人互因的互因的托付伫遐搁发展。过1000个呢，甲呆伫涂骹呢，甲涂挖开，呆伫涂骹，当主人转来的时，伫遐搁行主人啦。主人就学了迄个5000个甲2000个，讲你是善良甲忠心的萝卜，你是善良甲忠心的萝卜啊。佮讲迄个1000个吼，讲你是笨蛋的萝卜，你笨蛋，所以是咱就照主互咱的恩典，咱就尽力来传福音嘛。今仔是客家宣教的主日，所以我甲大家分享客家的宣教。客家是啥物意思？大家真侪人对客家有一个无清楚的所在。我甲大家讲，客家是一个族群，经历战争、风土生存，离开家乡，迁徙追求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追求一个安居乐业徛起的所在。伫遐本地的人讲，伊是人客啦。所以讲客家，到尾啊讲叫做客家，伊讲你是人客啦，你就搬来遮嘛，所以变做是客家一个意思。那客家的族群，互人叫做客家，是因为相较原住民甲河洛人较慢一点点啊，较慢一点点来到台湾啦，所以即个名啦，小可有排斥的意思，就是我是主人，你是人客。我是主人，你是人客。毋过伫上帝的家，拢无主人甲人客的区分。凡是来到咱的中间，甲咱三甲敬拜上帝，无论是倒一个族群，伊拢是咱上帝的家的一份子。伊是咱的兄弟姊妹啦，所以伫咱的上帝的家，伫咱的教会，我相信咱嘛拍开咱的大门，欢迎客家、原住民拢总来甲咱三甲敬拜上帝。伊是咱上帝的家一份子，伊毋是人客啦。伫上帝的家无人客，咱拢是共款，是兄弟姊妹。我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介绍客家的文化，因为真侪人感觉客家是足遥远的呢，我拢毋捌客家呢。迄是啥物族群啊？伊阁真遥远呢吼，所以我用一点仔时间甲大家介绍客家的文化。伊是甲咱是非常的伫咱的生活的一个部分啊。其实客家的食物是咱定定食的呢吼，客家的食物是咱定定咧食。伊有一个特点，就是重味，食了会食会落饭，食一点点仔菜，就食足侪饭，就有气力，做工课，拍拼，骨力好好做。这就是客家的食物的一个重点啦吼，特色。客家是咱台湾上开始食即个北来的人啦，就是拄开始。有真侪人感迄个北来是无咧食的，客家人是足欠的啦，所以规只鸡啊、规只猪吼，迄内底的北来北肠拢总爱甲食落去。就是客家人开始安尼食，就河洛人到尾就对咧，拢开始用即个北来做料理啦。所以咱来看即个客家的菜吼，真侪是酸菜猪肚汤这是咱的客家菜吼，这是即个北来吼，梅干扣肉吼，这肉安尼用安尼足味足重安尼吼，足配饭的。葱爆鱿鱼，这叫做客家小炒，就表示讲伊和客家有关系啦。足侪物件掺做伙吼，这客家小炒。姜丝炒大肠这就是北来的物件吼。姜丝炒大肠，客家咸猪肉吼，甲迄猪肉甲用小可咸咸安尼吼，做一配落饭。即拢是客家菜咧吼，各位兄弟姊妹，咱定定食咧吼。所以你就是你食客家的物件咧。客家擂茶，伊叫做客家嘛吼，所以就是甲客家有关系。迄是甲客家人的欠有关系。拄开始厝内啥物物件剩的啦吼，要甲单调无菜，土豆啦、地叶啦吼，搁红豆、绿豆啦吼，这有真侪即厝内剩的物件，拢甲掺咧，甲研做粉。泡滚水食嘛是会感觉食落去，就嘛是真好食。所以这就是客家擂菜拄开始是因为足欠的啦。到尾就发现讲，即个3分，土豆3分，地叶1分，红豆半分，绿豆2分，安尼即个比例吼，慢慢调整，即个比例变做黄金比例，变做比方啦。变做比方吼，所以客家擂茶即马有一个黄金比例，有一个比方出来吼，迄是拄慢慢研究，安尼讲，安尼拄好，真好食。但是为什么叫做客家擂茶？就是迄客家人开始的，甲即个
食剩的拢甲揽做伙，会当做变做擂茶啦吼。啊，这甲客家人的轻欠有关系。毋过即个客家擂茶咱食拢足好食吼，嘛是真营养的吼。对，好土豆油，土豆油嘛是咱客家的前辈所先民所做。这土豆甲拧落去，石头甲拧落去，油就走出来，足香的。啊，这个石头吼，到尾发现讲吼，就安尼圆圆较好拧啦吼，圆圆，啊，就安尼圆圆甲拧落去，土豆油就走出来，真香。啊，这个圆圆那车链的，然后车链的，所以叫做油车。你日油的车啦，吼，就车那车链的，就油车。所以这是土豆油的开始，是咱的客家的先民所发明的啊。所以咱常常咧食土豆，客家的吉仔，咱去客庄去参观，伊甲你讲这吉的吉姜吼，吉姜，这就是客家的人最爱食吉仔啦吼。啊，吉仔一粒吉仔，我今仔有炒一点点仔客家的物件吼。这吉仔食了哦，人会水呢吼，皮肤会水啊，养颜美容，搁迄个气更够气更吼，这是客家的物件。咱来去客庄拢会看到这个物件，客家吉姜、客家吉茶、客家花布。我今仔有扎花布互恁看吼，这是客家上传统的花布，上传统的。啊，头前迄块是政府咧推广迄个擂茶，迄个那个客家的那个新的这个新的政府咧推广的哈，油桐花啦哈，油桐花，所以我甲油桐花的花布也扎来哈。这是上传统的吼，对，所以这是客家花布。客家花布嘛，是拄开始的开始是一块布，啊，这好好啊一角吼歹去啊，甲加掉，搁这块好好呢，啊一角歹去甲加掉，啊咱都足欠的，咱就搁甲添做伙啦吼，添做伙搁会当用啊，啊花说到尾人讲迄客家花布花，毋过即摆布拢是完整的呢，啊搁即摆吼，这安尼拼凑凑吼，讲叫做拼布，叫做个拼布贴布，哦，即摆变成艺术咯吼，这拼布是艺术咯，拄开始是因为足欠的啦，吼，所以这是客家的精神，客家花布是客家的精神吼，所以我特别甲这布摕来互恁看吼，这是上传统的吼，做布迄个被单啦吼，做枕头拢会当用这种客家花布，感谢上帝。好，哦，这种客家花布吼，对，各位兄弟姊妹，客家的文化，台湾的文化，内底有客家的文化、甲河洛的文化、甲原住民的文化，所以三个文化合做伙就是台湾的文化。这三种的族群合做伙就是台湾的文化。客家的精神、甲河洛的精神、甲原住民的精神合做伙就是台湾的精神。啊，客家的精神有一个叫做应景精神，应景就是硬强、颔棍足定的啦。这颔棍足定的意思是讲坚持、坚定迄种的精神吼，应景、坚定、坚持这种的精神就是应景精神。咱客家的精神就忠义、勤俭、思义理、敬老尊贤、刻苦耐劳、坚持打拼、坚定奋发，这拢是客家的精神。客家的精神有一个真要紧的精神，因为拄开始伫迄个草风高野外里开垦，所以有真侪困难，但是就爱安尼真拍拼伫遐开垦，所以有迄种突破困难，伫遐勇敢坚持，伫遐来坚持落去，来得到拍拼得到成功。哦，这种的客家的精神真要紧的精神，也是真做咱台湾的真要紧的精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客家的精神是台湾的精神一个核心的部分啦。哦，咱就爱伫遐维持这种的精神，就是突破困难、勇敢向前行啦。吼，迄种的精神是客家的精神，也是台湾的精神。内底有咱真宝贵的客家的精神。今日要和大家分享是，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客家人啊！吼，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是安怎？咱爱向客家传福音。咱是安怎要讲？咱爱甲客家人传福音。啊，咱河洛人遮尔济。我妈妈是河洛人啦吼，咱河洛人遮济，在河洛的所在传福音就好啊。咱是安怎爱客家人来传福音？我甲大家做伙来分享吼。第一，丰盛的性命，丰盛的性命，客家人是非常的欠的。是安怎这么欠？是因为咱的生命中经历着迄个变迁送乡，伫遐所以足欠的啦。咱就互河洛人赶去迄个草地的所在，迄土地拢足贫瘠的。哦，好诶，就互河洛人占去啊！咱就爱，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就爱拍拼，
啊，咱就今仔有通好，会早有通好食营养，毋通有通好食无啦？毋知有通好食，所以咱都爱较欠的啦。所以客家人，你熟悉客家人，伊有迄个有迄个欠的基因哦，迄是 DNA 啊 ，DNA 的基因啊。伊即摆可能比你较好养呢哦，毋过伊吼嘛是足欠的啊，伊说是 DNA 啦吼，是安怎是伊迄个心内伫迄个历史迄个阴影，所以迄个历史的阴影就是伫遐送香，伫遐爱欠才会使迄种的阴影。今日伫主的内底，咱要将迄个丰盛的福音来传互客家人。就是伫主的内底，上帝要保守咱啦，咱无阁有人要甲咱欺负啊啦。咱去教会嘛，逐个人拢遮尔欢迎咱，咱是上帝家的一份子，咱有迄个安全感，主互咱的保守的安全感，甲迄个丰盛的性命。所以，迄是精神上的哦，吼，毋是讲吼趁钱的部分哦，是迄个精神属灵的丰盛。伫遐，咱要将即个保守上帝安全感来分享互客家人。第二，上帝赏赐的平安。各位兄弟姊妹，咱若去迄个客庄吼，咱去客庄参观，看到足侪迄宗祠，迄宗祠顶来写偌大陈啊串，就是讲咱共一个祖先吼，咱规个庄头，咱规个里共一个姓陈的祖先，咱拢做伙来拜啦，咱做伙来拜。啊，即个去一间庙，哪亲像庙，毋过迄是咧拜咱的祖先哦，毋是咧拜神明啦。啊，咱咧香火钱，咱着做伙来分摊。咱做伙来出，啊！若主有人要信耶稣，安尼就真无欢喜呢。你是无要出钱啊？遐，吼，真无欢喜。但是今仔日咱要将上帝迄种赏赐的平安来分享给客家人。是安怎要拜祖先？是因为咱毋望祖先甲咱保庇啦，毋望祖先甲咱保庇，互咱平安啦。因为咱心内无平安啦，因为咱着互人欺负嘛，啊，咱着爱互迄个祖先甲咱保庇。但是咱今日要将福音来分享给客家人，上帝赏赐的平安，伫遐要临到即个族群，所以咱要予因来参加分享即个宝贵的福音。圣耶稣要对迄个家兄中来透放出来，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透放出来。感谢上帝，咱要将福音来传给客家人，这是对这个族群是非常的要紧的。咱免阁拜祖先啊啦，咱的祖先就互上帝来保守啊。咱的祖先，咱就来将伊交互主，交互上帝。伫遐哩，上帝已经甲伊准备真水的所在，伫遐有通好安居的，伫遐上帝的所在是遐尼水，所以你免阁烦恼，互咱的祖先甲拜拜，互伊食啦，互伊穿啦，毋免咯。交互上帝，上帝爱保守咱，要互咱得到平安。所以咱要将这个福音来传互、来分享给客家人哦。第三，生命传承的祝福，生命传承的祝福，客家人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哦。你若熟悉迄客家人，迄囡仔吼，拢栽培读册安尼，足认真栽培哦。咱去美容吼，看到一个进士街，永安路吼，迄条路吼，讲叫做进士街，因为出足侪状元进士的，因为咱客家人美容是客家的所在。我知咱教会有一个客家美容的客家人因为客家人是足重视囡仔的栽培呢。咱这代无好，咱的下一代、下一代一定要出人头地，改变咱族群、咱的家族的命运啦。所以囡仔一定要栽培啦。伫花莲凤林嘛，即个客家的所在，有一个校长之乡，讲出112个校长啦。所以吼，这规片拢客家人吼，专门咧栽培囡仔读册，所以才会当做校长咧。所以客家人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啦，将希望寄托伫后一代。但是咱今日要讲，要甲客家人讲，你要互囡仔读册，毋是干那互囡仔读册啦，你着甲伊引带到主的面前。主要说讲，将囡仔带来到我面前，要得到上好的祝福啦。咱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将囡仔来带到主的面前，上帝要赏赐伊智慧呢。吼，伫遐毋是读册呢，阁得到主的智慧呢。所以咱要甲伊讲，你生命传承，得到上帝的祝福，这是咱做父母做咱长辈上大，会当为咱的囝儿上大做的上好的代志啊！所以咱要将这个福音来传予所有听囡仔、栽培囡仔，而且客家人，来报一条上水的道路。
各位兄弟姊妹，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我为即个道啦吼，为即个道，咱去找中会台北中会里迄台湾迄个上顶悬遐吼。啊，咱中这桃竹苗吼，规片拢是客家人哦，新竹、桃园、苗栗规片拢是客家人，所以我画一个油桐花吼，我画一个油桐花。啊，下骹遮吼，南部我甲画一个排湾甲卢凯，因为咱排湾规片拢伫咧个南部。各位兄弟姊妹，咱的族群的宣告，咱台湾的宣告，每一个族群拢共款要紧，每一个族群拢共款要紧。圣经内底讲。客家，我用圣经内底一句话吼，来表示客家甲原住民的关系。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至亲。请你用你的衫巾遮看我，因为你是我的近亲啊，至亲啊。这是路德记内底路德对波阿斯讲的话。各位兄弟姊妹，客家甲原住民是非常的近哦。吼，真侪所在迄个。客家甲原住民住足近的。我有一摆去东部的长老教会讲道，东部是一个不论的所在。东部有温泉，恁毋知有去踅过无？吼，东部温泉。我去东部长老教会讲道，啊，因为长老甲我讲，牧师，我甲你讲哦，阮教会吼有一个客家小组呢，有100几个人呢。这个布隆总会的东埔教会有一个客家小组，有100几个啦。伊讲，阮遮一片拢讲客家人啊，一片拢客家人啊。各位兄弟姊妹，客家甲原住民啊，因为迄阵拢互荷兰赶去较偏到野外，所以住足近的啦。无论是花莲嘛，是足侪拢住足近的啦。但是呢，今仔日我爱讲一个老实话啦吼，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中华民国的政府。伫迄个原住民的部分，无论是即个语言文化的维持，也是宣教的支持，拢非常的重视。但是咱的客家的部分，咱做了有较少一点啊。咱伫客家的部分做了有较少一点啊。吼，中华民国政府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拢是伫即个原住民的文化、甲语言、甲宣教，拢有真好的支持。但是咱伫客家的部分做了有较少一点啊。所以我望咱。我讲，请你着用你的衫巾甲我遮看啦，因为咱是至亲呐。吼，所以咱伫宣教顶面，咱着爱合作，佮继续三甲来向前行。谁是客家人？可能咱大家想讲啊，你讲的啊，牧师你讲的拢甲我无啥物关系，我都毋是客家人呢。我毋是客家人，你甲我讲迄拢无关系啦。我即摆画即张图，讲啥物人是客家人？我讲有关心客家的灵魂的拯救。有关心，你就是有一个客家心呐，你有一个客家心呐，你就是客家的亲人了，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哦，你若有一个关心客家的灵魂的心，你有疼惜这个客家的灵魂的心，你就是客家人呐，你是客家的家人呐，哈，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客家心呐，哈，对。各位兄弟姊妹，我甲大家分享，为什么咱欠客家福音的济？为什么咱欠客家福音的济？我今仔搁和大家做伙来分享吼，但拄仔咱使徒保罗讲我欠人济，为什么我讲你欠客家福音的济？咱三个来思考。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教吼，咱的教会依然表内底2222年，咱的教会本地教会有757间啊，原住民教会有540间，咱的教会数拢总1297间，这是咱2022年的咱的。教会依咱表的资料吼，咱的教会拢总1297间，内底本地教会757间，原住民教会540间，啊，客家教会吼，就是甲算伫本地教会内底啊，伫总会内底是算伫本地教会内底吼。对，我即摆从花莲的凤林、台东的池上，这种客家的教会哦吼，拢非常客家吼，非常客家吼。屏东的内埔、德产啦、嘉东啦、新竹中会、中立啦、东势啦，吼，啊，甲客家中会20间教会，甲加起来，甲算40间，甲算40间。但是咱来看，和乐教会717间，原住民教会540间，和客家教会40间。那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族群的人口的比例，
我讲咱欠客家传福音的济，客家宣教的济。我讲咱欠客家宣教的济，因为用咱的台湾的族群的人口的比例，无应该是安尼啦，无应该咱伫客家的教会这么少间啦。人口统计，咱台湾有1/5的客家人，我们有1/5个客家人哦。咱有400万的客家人，我们有400万的客家人呢，是占台湾的18%人口，是台湾第2大族群。上济是荷兰人，第2就是客家，第3才是原住民。原住民的族群的分布非常的名称很多吼，布伦啊，阿密斯啊，足济吼，台央啊，足济名称的，伊分化成很多种，但是伊的总人口没有很多，所以台湾第2大族群是客家啦，但是咱的信主人口只有6/1000，啊1/1000人尔。我佮跟大家分享吼，客家中会即摆有20间教会，客家中会即摆有20间教会，咱的七星中会有89间教会，台北中会有99间教会。新竹中会有53间，台中中会78，嘉义中会75，台南中会85，这是咱的总会资料吼。我佮讲一摆，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寿山74间，高雄中会66，屏东中会41，彰化中会43，这就是咱的规个教会的数分布。所以客家中会只有20间教会啊。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啊？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七星中会甲台北中会前阵啊庆祝70周年，表示讲中会的组织70周年，宣教顶面底遐有即个主体性，七星甲台北的迄种主体性有70。前年啊，我收到一张邀请卡，是阿密斯寄来。阿密斯族群总会，族群就是讲包括阿密、西米、中米。才加起来，因讲伊要庆祝几年啊？90年呢！哦，咱有想象对吧？原住民怎早就做宣教呢？就是以原住民作为主体性的宣教，阿美族已经有90年了。但是客家总会是以客家的主体性是几年呢？是15周年了。15年前对新竹中会才分出来，新竹中会号称是和乐平地和乐的中会。虽然新竹中会有真侪客家人，但是因是以平地和乐为来做宣教的，所以客家总会、客家族群15周年而已。咱15年前才开始做客家的宣教。咱的中会设教几周年？寿山中会50周年，彰化中会53周年。1930年，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同时升格啊，加入中会，所以是算起来应该是设教92周年。客家中会设教15周年啊。所以咱就知影，咱的客家的族群是这年慢才开始做主体性的宣教，以客家族群为主体性的宣教。客家总会15岁啦，各位兄弟姊妹，15岁少年家吼，实在是要搁你大汉啦，要搁你大汉啦吼。毋过咱也互伊营养吼，甲栽培，有互营养甲栽培，伊嘛会大汉呢，伊嘛会臃肿起来，臃肿起来，有一天会成做咱的瓦克呢。吼，咱着甲栽培啦，好营养啦，甲培养啦，有一天伊会大汉，会成做咱的瓦克啦，吼。15岁少年家时也无啥物财产啦，无啥物财产，毋过伊会长大，吼，伫咱的支持顶面，伊就会长大，来伊要用客家族群来宣教。我将2222年的经商会甲大家分享，这是国中会，以中会为主体，毋是教会哦，吼。经商会是啥物意思？咱的教会一冬会收到的奉献，就是经商会的收入啦，吼，咱收到的奉献。啊，这是国中会，吼，中会足侪间教会，吼，啊，迄规个中会加起来，真经商会收入。安尼看吼，这是总会资料，安尼雾啦，吼，你看安尼灰，我是互恁大家普看一下尔，吼，啊，普看就好啊啦，吼。我即摆将安尼整理，恁就较清楚，吼，安尼整理咱就较清楚，吼。七星中会以2221年的经商会，3亿2000万啊，3亿2000万哦，89间教会加起来，吼，3亿，伊是第一名的中会啊，第一名的中会。啊，倒数第3名是屏东中会，1亿1000万，倒数第3名。倒数第2名是东部中会，7500万。倒数第1名是客宣总会，就是客家总会，3400万呐。拄啊好是七星中会的1/10呢，
拄啊好伊的1/10吼，课选总会，我家己吼，我的母中会是7册中会吼，拄啊好呢吼，客选中会是1/10啦。各位兄弟姊妹，过去吼，咱的客家的所在，这里草地，啊，这里宋乡，安尼过去就算了，为什么呢？过去实在是有够荒郊野外了嘛。但是今仔日客庄所组织的桃园、新竹、苗栗这些所在。就是客家中会的教区吼，即个客家规片的客家的所在，我住伫关西啦。关西的人，我甲问讲你倒位的人？你关西，安尼你就是100%是客家人哦，100%只要在地人，关西的在地人绝对是客家人。所以即个新竹、桃园、苗栗规片拢是客家人啦吼。即个客家中会教区过去是穷乡僻壤啊，有够草地，毋过今仔日已经欣欣向荣了。今天欣欣向荣哦。对，桃竹苗的所在，房价、地价拢节节高涨。过去荒郊野外的所在，即摆是众所瞩目，兵家必争。即摆大家拢要去开拓教会呢，大家教派吼，大家教派要去开拓教，含庙嘛要起庙呢。为什么？因为台积电带来大量的就业人口、高收入人口，底下已经开始伫聚集甲成型啦。所以，迄毋是草地呢。哦，迄是一个高收入的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啦，吼。人口跟就业吼，大台北地区的人口咧减少，咱全台湾的人口拢咧减少啦。哦，所以种少子化最严重的。所以我甲各位兄弟姊妹鼓励恁若有少年啦，吼，囡仔你着鼓励结婚啦。我嘛讲，咱着来生囡仔吼，较济囡仔咧。全台湾的人口拢咧减少呢，但是统计新竹桃园的人口竟然增加，竟然增加。咱讲迄桃园的人就好生囡仔，毋是安尼啦，是因为这个就业人口大来，遐大量的就业人口，所以台北市的人口都在减少了，但是桃园的人口增加了，吼，人家有看到这个增加19770人，但台北市减少42623个人，这就是事实，这是事实啊，哈，这是事实。全台湾的人口拢负成长啦，但是呢，这是新闻，我甲考下来了。新闻啦，伊讲台北市为着人口减少一个副市长啦，减一个副市长，但是桃园、新竹、苗栗拢咧人口拢咧增加。各位兄弟姊妹，今日上帝要互全台湾人看见客家，咱来为着主来得客家啦。现在全台湾都看到客家了，这个客家就是客家地区的成长，客家地区的欣欣向荣。但是我们在宣教上面，我们要为主得客家，咱来为着主来替客家。是安怎这个所在遐尔老练呢？桃园青埔高铁啦，新竹高铁啦，台积电啦，新竹科学园区，这个所在带来这个上下游100-200间的迄个公司啊，这个公司的上下游的人口，这就业人口，所以改变这整个的客家地区。但是咱看到这个所在咧发展的是，咱着爱想着咱要去遐宣教呢，咱袂使阮呢，咱爱去宣教，咱若无去宣教，咱着袂富啊。咱若无去遐开拓设立教会，咱就袂富啊！因为国教派嘛拢去遐烧钱，要去遐开拓教会啊。宣教紧密锣鼓啊，桃竹苗的所在真空旷，教会足少的，所以各宗派拢伫遐抢先扎起啊。各位兄弟姊妹，我家己永存是7层中会啦，我嘛伫7层中会做过议长。啊，阮迄阵吼伫遐研究讲要来开拓教会，阮伫7层，阮7层中会是有钱的中会呢吼。咱讲来研究要开拓教会，结果吼，大家讲哦，已经足麻，咱的教会都已经遮尔麻，安尼遮尔接近啊，即马佫去做教会吼，会互骂啦。啊，迄牧师嘛讲啊，袂使啦，迄毋接近，恁含阮接近，毋通佫开拓啦。所以毋是讲。咱要开拓就当开拓，你着甲佮考虑讲教会接近的程度，啊有适当的所在，所以7层中会要开拓教会无简单啦。但是客家宣教中会上帝互咱的呼召伫遐桃竹苗迄个空旷的所在，拢总无教会啦。所以咱今仔日就是开拓教会，咱爱伫遐设立教会，咱要伫遐宣教。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若无做，咱将来一定后悔。咱今仔日若无做，将来一定后悔啦！啊，因为迄吼一直咧变化，迄社区一直咧变化，迄厝价一直咧变化吼。今仔日若无做，将来一定后悔啊！
咱为着主来赢得客家，我们要为主赢得客家，我们要为主赢得上帝国的产业，为着主来赢得到这个上帝国的产业。8年来，客家宣教中会吼，这么小的中会吼，8年来，阮已经设立2间教会得胜，伫苗栗的头份啊，得胜啊，得胜即摆已经独立啊，已经独立吧吼，苗栗头份的得胜。前几年、前3年，搁伫迄个平安镇桃园的平镇设立平安镇啊吼，平安镇还没独立吼，平安镇对，所以今年呢，我们决定伫琼林开拓琼林教会，我们今年决定开设琼林教会。这间是最近甲买起来吼，最近甲买起来，你来看这透天了，透天的透天厝吼，即摆你开始你装潢啦吼，即摆开始你装潢，即摆甲买起来吼。各位兄弟姊妹，最近签约交付1310万啦，1310万啦，大家拢台北的人拢讲足俗的啦吼，阮感觉吼1310万吼，甲买起来安尼吼，透天2层87坪啦，即摆你装潢，加下8月哈，但是我们现在有延后，大概10月要开设礼拜哈，10月我们要开设礼拜。我邀请咱大家为着客家的宣教开拓的事工，咱会当有份伫天国的投资。我希望有一拍电火是你甲点倒的，有一盏灯是你把它点亮的。我希望有一片壁是你甲油漆的，有一片墙是你请人家去油漆的。我希望有一片砖仔角是你奉献出来。我希望有一个砖头是你把它堆起来的。我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个。宣教的投资，天国的投资，我们只有尽我们自己一点点的本分，尽我们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尽我们的能力。好，我们不必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就是有一点点的参与。我再说一次，我邀请我们来有份于客家的宣教开拓的事工，咱有份伫天国的投资。我嘛有一拍电火是你家点倒的，我嘛有一片壁是你家油漆的。我嘛有一片砖仔角是你奉献出来的，你把它递过来的，感谢主。投资都要趁机会，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客家灵魂的投资，咱行福音的做，咱搁加做福音公司的股东。好，咱行福音的做，搁加做福音公司的股东。客家宣教中会有20间教会，伫宣教的事工顶面，邀请你三角行，有你三角行就无孤单。有你三角行，20间教会邀请你做伙来做这个宣教的事工。有你三角行，阮就无孤单。因为地方的繁荣展望，上帝已经到客家的地区空前的宣教之机，这是空前的宣教之机。今仔日若讲大家讲过去，的人敢有想过讲投资庙今仔日这么有发展，无人会想过。但是今仔日上帝已经给咱这个机会啊，这是宣教的契机啊，所以请你做宣教的大道的勇士来支持阮这客家地所在的宣教。各位兄弟姊妹，伫宣教的顶面，我讲人的身躯吼，咱台湾的宣教版图，若讲台北七星吼，这是台湾顶管嘛吼，那像人的头共款啊，这个头很重要啊，头要带动嘛吼，头很重要。那我讲头子庙，我讲迄个南部高雄啦。屏东啦，这那群人的这个这个四肢啊哈，这个北长这种所在啦哈。但是我要讲吼，这个桃竹苗的所在，这个客家的所在吼，这个地点吼，那像人的心脏的所在呢吼。所以这个心脏的所在，咱要甲支持，心脏好用，心中好用上帝的能量，也借着我们在客家地区的宣教，也要圣灵的力量，也要带动我们全台湾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我相信上帝也借着在宣教客家的地区的宣教，要大大的祝福我们，咱台湾基督教的教会。血浓于水啊，400年来的族群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咱400年来，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咱哦，甲和乐啦，甲原住民，咱咧会通安尼套来套去吼，咱咧亲情结婚，咱咧套来套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咱台语、华语、客语吼，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啦吼，所以我常常讲吼，客语毋是外国话啦，你嘛甲伊当作讲迄外国话，做歹学，毋是啦。我简单甲大家分享吼，你讲爱惜字哦，这台语哦，爱惜字哦，咱客语讲爱惜字哦，安尼有像无？爱惜字哦，这是客语啊吼，爱惜字哦，这是台语啊吼。咱讲今仔食甲足澎湃。
哦，今仔真澎湃。客伊讲安澎湃哦，食饭伊讲哦，金不日安澎湃哦，金不日是今仔日啦吼，安澎湃哦，今仔日真澎湃，这是客语啦吼。啊，咱讲你食饱未？客伊讲吃饱冇，吃饱冇，你食饱未？伊讲身体健康是台语啦吼，啊，客伊讲身体康健，安尼有像无？有像无？咱客语，咱台语讲真欢喜，客语讲动欢喜，动欢喜，安尼有像无？伊共一个字根哦，共一个话啦吼。咱少年家讲细仔国诶，细仔国咱用字面上看得懂咧。细妹诶，哦，细妹是小姐，细人诶是囡仔，细人诶是囡仔，吼。安子细甲神梦里是谢谢，看起来较无像。毋过伊阁有迄个倒车、感车。倒车、感车，就含咱的感谢甲倒谢是共款的啦，所以真侪话咯是真共款啦吼。所以我甲大家分享讲，客语毋是外国话，是咱台湾话吼，咱会当学习。12年前，我的师长吼，伫迄个国道3号的走山的事件来过身去啦。12年啊，时间过得足紧的。今仔甲大家去分享即个事件。我真感谢咱兄弟姊妹伫即个过去这10年来，为着阮的家庭来祈祷，互阮会当继续有即个气力来服侍主。感谢上帝。这是阮2个查某囝啦吼，我甲大家报告吼，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呢，迄个 AA，迄个是姐姐啦吼 ，AA 迄个，啊，迄个即摆做牧师娘啊，做牧师娘，啊，今年读台湾新学院的道硕吼毕业做传道师。啊，伊嫁互牧师啦，所以我感谢上帝，互阮的家族、阮的家庭会当继续服侍主。啊，而且甲大家报告，多谢恁过去为阮的关心，为咱阮家庭支持阮，互阮会当有气力继续服侍主。师长过世的时，总会邀请我做客商干事，所以我迄阵就来做客家的干事。阮爸爸讲，咱是客家人，阮爸爸是溪口的客家人。伊讲咱做客家的人，做客家的宣告，爸爸足支持你，你着去。好，啊，我若去祖先遐，因会真欢喜；我去祖先遐，因会真欢喜。所以我就来做客家的宣告，感谢上帝。师长走山的事件，互我有一个体会，就是咱的人生足短呢。走山的事件，互我一个体会，咱的人生真短呢。咱会当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才会当甲主甲进入主的永生啊。人生真短，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才会当进入上帝的永生。各位兄弟姊妹，咱为家己做真侪代志，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啊，为着咱的事业拍拼，这拢真好，这拢真好。上帝嘛赐福互咱。伫咱的在世的时，咱会当得到即个世界的快乐，咱的世界的快乐，伫家庭健康，也是足侪事业。上帝嘛享受咱伫即个世界有享受着即个世间真侪的快乐。毋过有一天咱时间会过去，有一天时间会过去，这些拢会过去啊，这些拢会过去。那亲像迄个云安尼，圣经讲云安尼风吹就散了，迄个过去啊。只有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甲主甲进入永生。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咱要甲主甲进入永生，这是我亲身的体会啊。这是走山的事件，对。各位兄弟姊妹，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我搁一摆思考着师长伊的人生，我嘛感觉讲伊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是伊人生的精华。我的爸爸妈妈进前当过身去，我嘛感觉因的人生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是因人生的精华，其他的拢不足为道了，其他的都不足为道了。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进入上帝的永恒永生，咱就要把握机会，互主来使用啊。咱的人生上价值的部分，就是互主使用的部分啊。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告。你有一个客家心，请你有份伫灵，客家灵魂的得救。时间真宝贵啊，所以12年来，我拢非常拍拼咧服侍。我感觉我非常拍拼咧服侍，因为我感觉时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我讲，上帝啊，你着使用我。各位兄弟姊妹，我也请你为你家己祈祷，恳求主来使用你，这是你人生上宝贵、上价值的部分。好。
我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时光哈，我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时光，客家的民谣《天空落水》。天空那落水哦，阿妹啊，来到你嘛，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分享一首歌哈，《两个阿爸》。这首歌是我的查囝所做的，因为爸爸过身去遐尼久，伊感觉上帝这个爸爸搁咧照顾伊啊，所以伊写这首歌词曲拢伊写的吼，《两个爸爸》。各位兄弟姊妹，咱爸爸一个是咱嘛，足侪人无爸爸，毋可能你通袂记，你搁有上帝这个爸爸呢？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因为咱有共同这个上帝的爸爸，咱才叫做兄弟姊妹啊。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爸爸，才叫做兄弟姐妹，所以咱才会当讲，咱是上帝家的一份子，咱是上帝家的人。好，我甲大家分享这首《两个爸爸》，我唱客语就好啦吼，有台语甲华语。爱有相爱的阿爸，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上。一个同爱有了，一个看顾条件的路。阿爸的爱，阿爸的爱，用爱比爱总太。我甲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哈，这首歌是闽南的歌调，客语先诗最后一首闽南的歌调，身体健壮，体力强，这是客语圣诗，客语先诗最后一首，身体健康，体力强哈。身体健才寄托来自主耶稣，求恁的救是否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我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有份伫宣教的时间，无论是何乐、客家，也是原住民，互阮手牵手、心连心，三甲来打拼。
主你也赐福阮手所做的工，你也大大赐福伫阮的教会，赐福伫阮本身、阮的家庭。上帝，你的恩典来上加你，恩上加恩，主你的恩典满满。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是咱用圣诗464首来引导上帝听，464首，请起立吟全首。
真济。牧师伊带来客家宣教的呼吁，这是咱真欠缺，包括我家己在内，吼。上帝互我一生中间的负担，就是为着河洛人的福音，做这个事工。真欠缺的机会，就是对这个客家的宣教。我毋知今仔日的圣经牧师的分享，有对一句话特别对你来讲有感动。原咱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拍开门，咱的教会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的存在。拄着牧师有讲起，过去伫桃竹苗是台湾的丘陵地，比较上是较农业所在，是一个福音较无受注重。无论是客家的族群，无论是桃竹苗即个山区的所在，但是台湾的变化真奇妙，就是科技的发展，桃竹苗即摆变做台湾一个新造。咱讲台湾四股吼，有个人讲甲喙角全破，讲都要互台湾将来成做亲像美国的四股安尼。其实台湾即摆已经是亚洲的四股啦。台湾其实已经是亚洲的四股，咱有真侪科技的部分。牧师伫12年中间伫客家中会区会来担当即个推手，因渴望会当2-3年就开拓一间教会。因为咱发现讲，即个所在毋是干那少数的客家的族群需要教会，有真侪新的科技人、少年的一代。因嘛会迁徙到伫桃竹苗，即个福音需要有基地，需要有教会。看到咱的教会全台湾要亲像咱有即个600平的空间，真少有即种机会。咱有阮伫上帝圣工，是福音的济也好，也是讲欢喜亲如耶稣讲，为了福音而贫穷。愿咱的教会会当伫即个工作顶悬，咱做伙来参与。今仔日咱若有感动的人，咱通用咱的奉献来支持，毋是支持赖牧师是支持即个福音的事工。不但是客家的据点，嘛会当将来伫桃竹苗的即个科技人，伫因极其无用的中间，因会当找到一个真正精神的即个陪伴的心灵之家。如果你若感觉你有更较大的感动，你会当准备。奉献伫后礼拜有关放伫咱的奉献袋的内底，来用回应的心，照咱的感动，咱来奉献。
亲爱的，这咱来多谢大牧师伫咱的中间所带来的信息吼，咱感谢大牧师。12年前就伫总会开始担当即个客家的宣教的事工，大牧师是一个真有热情、真用生命来推动即个客家的宣教。请咱伫背后嘛来为即个事工甲大牧师来祈祷。愿上帝圣神，互伊继续有属天的开力来陪伴即个工作。那么真欢喜今仔日敢有第一摆来教会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咱来用即条诗歌，咱来互相请安。咱嘛用即条诗歌来为着伫网络头前参加礼拜的兄弟姊妹，愿主耶稣的听，祝福你。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心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齐来祈祷，主啊，为着罹患武汉肺炎的李美姐来祈祷，伊受感染，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同心敬拜。我们恳求天父上帝帮助伊紧紧恢复健康。主啊，嘛为着张成吉姊娘伫伊手术了后咧恢复的事，阮恳求天父上帝你特别怜悯。阮知影人年长的时，人的骨头毋是真健康，骨骼疏松，阮要恳求天父上帝有缘保持，保守伊，互张成吉姊娘伫即个恢复的过程，有上帝你特别的恩典，互伊早一日恢复勇健的身躯。主啊，嘛伫你的面前，为着心灵欠安的阮的兄弟姊妹，阮恳求天父上帝你平安的圣神进入因的厝内，特别伫因的心中。也恳求天父上帝照顾岛层受照顾的年长的长辈，互因伫岛层的时，犹原心中有平安。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深深感谢你，愿你的平安，无论伫逐所在，你求你性命的兄弟姊妹，你施落伫阮的中间，阮同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咱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请即礼拜生日的人通到头前，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来同心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咱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即礼拜的生日，阮的姊妹兄弟，有人因为是脚卡伫外所在，无法度倒来到母会做伙祈祷。我们恳求天父上帝施恩赐福，互因伫过来一年每一天，拢用祈祷领受上帝你的恩惠。当因放弃家己生命的杯，恳求天父上帝用你的慈爱来填满伫因的生命的杯，互因试看恩典的滋味，也互因放弃生命的杯。甲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至圣的天父上帝，阮将亚灵、亚瑟、准辉、利美、惠英、英吉、平凡、佩婷、个细兄兄来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恩惠，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伫主你的面前，搁来365日，会通用智慧、用圣神来管理上帝你所赏赐因的每一天。来将每一天拢当作一粒果子来献予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下面咱来请师会来报告。我用1分钟报告一下哈，迄个咱的周报内底有附加那个客语圣经卡，啊，伊特别是客语啊吼，啊，你若看无甲变过来，伊有华语会当对照，所以一个客语圣经卡是希望啊，咱会当欣赏即个客语吼，会当读看卖啊咧哈。啊，你若有问题，你会当问我，我会当教你读啊。啊，后壁有准备一点点仔迄个客家的那个点心的东西，我们可以看一下哈。我们有一点。我们看一下，对。即时我来报告，顶少自会咱家己看，本少自会，主日礼拜，咱后礼拜是要耶和华礼拜，所以咱。主日9点半，这咱是耶和华礼拜。祈祷会咱拜三8点伫教堂，也是线上。青草市的拜六的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的7点半是线上。也是圣经的服侍，咱后礼拜是耶和华礼拜母。啊，时间讲的读经表，咱请继续照安尼灵修。具体交通第一。今日客家宣教中心总会总干事赖德清牧师前来正道请安，请大家关心客家的宣教事工、代祷甲奉献。第二，庄大庆牧师8月13日就任台中中华新平教会牧师，下晡1点15分由教会出发。第三，8月19日二林区热天。歌声音的布道会、福音餐会，地点伫世卫纪念大楼。下晡是3点半到6点，讲员是朱伟信弟兄。第三，下主日8月20日的耶和华礼拜早起7点集合出发，地点北门市基督教会，9点参加因主日礼拜。礼拜结束后，参观乌卡病医疗文物馆、芥菜总会医疗文物。12点钟到伫教会边仔的富隆餐厅用餐。1点15分前往台江树草的国家风景区坐船游览台江内海枫树林保护区的历史甲生物。导览预计伫2点半到3点半，4点集合前往北门井仔骹活盘盐田停留时间伫4点40到5点20，5点半准备要转来，费用是自由奉献。咱请为生日的兄弟来代祷，奉献报告若有毋对，请会计人员来更正。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的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为新生坎的兄弟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年的新心灵课业来代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一节多克达亚，这是咱吟上用的圣诗513首。吟上用圣诗513首，请起立吟全首，吟四煞，请赖牧师祝祷。
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同享、圣灵的感动，同意连强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